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乌昂村今年大大丰收，永年了不起，一年掠一粒900外尾，就算真够咯。啊，去年掠到1252尾，已经是破纪录啊！想袂到今年大爆发，屏东东港到顶礼拜六为止，已经掠到2900外尾，啊，到目前为止已经破3000尾，已经掠到3000外尾咯，比去年加出着1倍，创下11年来的新冠纪录。但是可惜，唔是时阵，这个大丰收拄着新冠病毒的疫情，继续大落价。过去1公斤通啊卖到550块，即摆落到剩345块。渔民是真哀怨，讲参出海的成本都无够。油花分布甲真招云，入口随怀，往层的沙西米有真侪人介意。高粉落去钱，佮搭配蒜啊、葱啊、甲葱头，即出料理有无共款的风味。今年往层料够济，屏东县东港都掠超过3000尾。第一个是气候的关系嘛，哈。第二个，就是说我们今年农历有闰4月，黑尾都会在尾格米出现，今年多一个尾格米，所以说这个量就多出来了。来看这几年来，东港掠到乌昂层的量，102年是705尾，103年是928尾，104年是1127尾，105年是923尾，106年是913尾，107年是1076尾，108年是1252尾。今年到顶礼拜为止是2906尾，是11年来上济。是讲鱼仔丰收煞败价，因贵平均1公斤差不多是550块，今年乌昂层的价销败到每公斤345块。加上拄着新冠病毒疫情，市场需要量无济，渔民怨叹讲连成本都无够。渔业署有补助推出用冷藏仓啊类交易，每公斤有30块的补助，希望讲互市场会使继续运转。